一道真澎湃的海味料理，是嘉义县政府找在地优质的水产业者，为农历过年推出的围炉宴。在农历过年之前嘛，来到中部连锁超市的通路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嘉义县是一个农业跟渔业的生产地。 那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地，特别跟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水产的这些连结最相关的商品，有海鲜的套餐，还有各式送礼的佳品水产包括乌鱼子、沙白鱼，还有日式的卤鰻，会使变出真侪无同的菜色。 是外销等级的鳗鱼，然后所以说它口感就是嫩。那我们经过我们手工日晒，经过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工序来做制作，那这样子在我们的产品就是有一个阳光的味道。过年伫要到啊，嘉义县政府嘛和超市合作，希望会使让大家伫过年食较健康，搁食到澎湃的海产。